外岛金门今仔日天气嘛是冷叽叽，人的皮肤感觉是无够5度。都有3个中国观光客无注意到把路的时间，透早7点外调伫咧建公司，到在落尾拢有入起来。去拍到囝23位中国观光客上花了后，一直说多谢，感谢金门消防局紧急救援。3个人伫礼拜日透早7点外去金门建公司佚佗，不过无注意到调熄时间，差1点仔掉伫遐。那个水涨得太快了，我们想下去的时候那个太深了。接到民小头家报案，救援人员赶去建公司就帮步道口走找，不过看到把路已经淹到步道随后经过，民小头家以手机通讯软体微信联系到受困的3个人，确认位置了后，遂出动救生艇。因为受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，迄当时金门户外温度在1度，体感温度加到5度。若3个人掉伫遐伤久，可能有失温的风险。消防人员冒着加温救人。确定受困人员无立即危险之后立即整装下艇，并于8点27分由本局人员将其送回岸上。3名陆籍民众身体皆无恙。建公司防叫做金门版的摩西分海，甲金门本岛离大约600公尺。靠楼时会当行石板步道来去，也毋过把楼会将步道淹掉。关府观光处已经伫花节设置告示牌，游玩不时有游客跳伫遐，未来敢是会伫岛上建设提醒，也是救援设施。观光处表示会细心考虑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